学习汉语可以帮助我了解中国的历史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我们的世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我学习汉语3年了。平时我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画画，还有听音乐。上海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大城市，知识可以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我也很想在中国工作，因为成龙，我迷上了中国。我看过他很多电影。如果我学会汉语，找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优势。喜欢哪一部中国电影？我最喜欢的大鱼海豚。我学习汉语7个月了，我很喜欢学习语言。喜欢旅行，我觉得中国很漂亮。Third prize goes to Vanessa Zakadin. The second prize goes to Nadia Zhevnika. The first prize goes to handsome boy Lan Ivarius. Congratulations, Lan. 谢谢。